大家好，我係起點咖啡嘅主理人，都係 Turbo Team 嘅團長，大家都叫我阿志或者志仔、志哥都係可以嘅。我啱啱嗰時畢竟係做設計啦。同埋平面啊各方面嘅，其實睇見呢個屋嗰時籃球場都係有一個原因，因為自己中意打籃球啊嘛。更大嘅原因就係佢嘅係一個舊屋我想去改造一下佢，令佢有一個層次同埋一個反差感，又可以展示一下自己嘅設計功底啊各方面，做一個影相啊設計嘅工作室。咖啡店咁樣嘅，其實開第一間呢個起點咖啡嚟講，最大嘅困難就係我哋係一個開荒牛，同埋我哋呢邊嘅地理啊，屬於3線城市，都屬於係廣州，但係好偏遠嘅一個鎮。其實最講到最真嘅就係咖啡文化，佢哋係未上嚟。我啱開嗰時，其實算係廣州入邊中心城市啊，或者其他咖啡已經係好火爆啦。但係我呢度仲未普及，就得我第一間，所以最大嘅困難就係周邊嘅咖啡文化係未上嚟。其實嗰時通勤嘅路面啊，各方面係比較崎嶇少少嘅，所以個踩公路啊或者踩摺疊啊嗰啲係唔方便嘅。我哋就直接選咗去山地車啦。之後就慢慢去認識到一個朋友啊，同埋啱好嗰時係廣州最興起自行車嘅時候，就一班人去踩咯。跟住越玩越深入同埋變態。Turbo Team 其實我哋註冊去 GTL 就係喺1年幾左右。如果講到之前嘅話，就會去到2020年嗰時，我哋已經開始喺度玩啦。我哋嘅年齡分佈會比較大，新手會入嚟，我哋係好樂意教嘅。如果你有新人或者新嘅血液，我會好高興。因為我哋山地車或者速降呢個行業發展嚟講係比較小眾嘅運動。如果有新嘅血液啊，新嘅人，你如果感興趣，其實我哋會好樂意去教導你，同埋期待你哋嘅加入咁樣。先從咖啡店呢個方向講嘅話，其實唔建議再去踏入咖啡呢個行業嘅。如果踩山地車，其實依家對於往年嚟講係最好嘅一個時機。只會講話越嚟越好，山地車嘅話，同埋速降方面嘅話，因為依家好多山地廠商啊，或者配件商啊，佢哋嘅研發嘅價格，同埋入門嘅器材各方面已經係比往年已經係好好啦，所以依家係比較適合你。如果你想去玩嘅話，就衝啦。